聖經申命記32章43節，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百姓一同歡呼，因他要伸他僕人流血的冤，報應他的敵人，潔淨他的地，救贖他的百姓。原來神係拯救嘅神，神係幫助憐憫憐恤嘅神。神唔單止拯救以色列與佢哋立約，神亦都係拯救外邦人，所以外邦人亦都一樣嘅可以同以色列人一同嘅歡呼，因為佢哋見到親眼見證神喺以色列人身上奇妙嘅大能嘅作為。今日我哋外邦人蒙恩一樣嘅信咗耶穌基督，我哋係唔配嘅，但係神既然間係咁嘅拯救我哋，幫助我哋真係一同嘅歡呼，要為到神嘅救恩歡呼讚美榮耀佢，因為佢係幫助我哋嘅，潔淨我哋，帶領我哋行喺佢嘅喜悅當中。求主施恩，教導我哋曉得倚靠佢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